好，最好看的地方呢，当然就是这一条线经过的地方。全台湾第一个出现日环食的地方就在这里。啊，这里是哪里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各位知道吗？这是哪里？是哪里？好，不知道没关系，找一个有地名的地方哈。好，叫做青干嘛河安东啊？青什么？青什么？啊，青滩了。好，青滩分校这里啊，可以看到59秒7，59秒7哈。好，再来这个地方是哪里呢？哦，幼儿园呢哈，奇峰幼儿园。好，幼儿园里面呢，可以看到59秒7啊。好，再来。再来，给台湾人看，这张网站是世界性的网站哈，所以说他写一个6点，全世界人一看就知道说这个6点呢是从英国的格林威治开始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6，那6就应该加8，因为我们加8，从英国是0加8的话就来到台湾了，所以这个地方他要写一个。这边要写一个英文字叫做14点，2点48分59秒开始看。好，那看到4点的13分29秒，啊，然后从13分29秒到14分29秒，你看哦，13分29秒到14分29秒，不是才1分钟吗？是的，我们就是只能够看1分钟不到，59.6秒。那个观赏日环食的活动，6月21的那天，那我们活动会从早上10点半就开始，然后有体验整个带大家去玩水林，玩完之后呢，下午2点我们会回到水彩岭国小的操场，然后去做整个观赏日环食的活动。那我们现场也准备一台大电视，80寸萤幕的大电视，当你看不到那个手机看不到、眼睛看不到的时候，至少你还可以看电视看得到这个画面，哦。所以云林县政府是在那个6月21当天会在水菜岭这边举办这个观赏日环食的活动，哦，那是委托我们水林乡这边的地方的那个社团协会来举办的，对，那到时候欢迎大家来。各地所有的乡亲好朋友来见证历史的一刻，共同来参与这个天文学当中的日环食哈，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水林的水彩林国小，还有口湖的游客中心，一起来见证100年难得一见的日环食热情的邀约，热情的欢迎大家。被咬一口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最精彩的那一刻一到，我会再把它停下来一次哈。就是16点12分13分到了哦，就是这个时候。好，日环食开始了哈。等一下这个环，大的环比较大比较宽，这个环的时间有59秒钟可以看，听懂意思吗？59秒一过的话，就会发现什么呢？发现这个地方就会暗掉了，好，就会暗掉哈。哇，59，那个14分怎么会那么久呢？这是14分3秒、4秒、5秒、6秒、7秒哈。好，刚刚我们说16点几分几秒会消失，那它就消失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这一次的日环食就是这样，这样是不是？这样你各位你觉得你能够说给别人听吗？